微笑讲客语 ，Vivi Seo 共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徐薇老师了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Vivi Seo 共好吧。上一集为大家介绍客家人的统呼，还记得吗？统呼就是堂号，主要的功能呢是要我们慎终追远哦。而随着都市发展及人口加速的外流，在都会区的客家人要如何来经营彼此的感情呢？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吧。所以都市跟乡村在建筑物的本身外观上就明显的不同嘛。像小时候我在苗栗乡下了，我们是那种4合院的大宅院，然后这样子的客家庄呢，我们通常叫做田总，好，或者是说总哈田总，或者讲总哈，就是指田庄，好，乡下的意思，通常是指有耕田的这样子的村庄。至于都会的这个名词，老实说啊，其实呢它是新的字汇，在客家话的传统词汇里找不到呢，因此我们就直接翻译成都市。都市就是都市的2个字直接翻译了。那现在都市乡镇里到处看得到的公寓，古代当然是没有咯，所以客家话就直接翻它的字的音了，叫做公寓，公寓就是公寓了。好，大厦呢，大厦客家话也没有啊，所以他就直接翻它叫做大楼，太楼，太楼。就是大楼。那么社区当然也客家话是没有咯，所以呢就直接直译它的声音了，叫做沙皮，沙皮就是社区的意思了。不过呢，现在的都会中的客家人，老实说彼此各忙各的，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教英文的徐薇老师其实是客家人，其实是客家人，所以别忘了，平常不管有多么的忙碌，忙碌客家话叫做某寒。某寒，像我妈妈最常跟我说，周妈总都按某寒哦，你周妈该胎丝尿配，妈妈就这样念我，你干嘛弄得这么忙碌？你是做什么大事业呢？按某寒，按某寒就是指这么的忙碌。还有一个成语呢，叫做某寒七插，某寒七插。还懂我很气差大不宁哦，我每天都非常的忙碌呢。好了，别忘了，虽然呢现在大家生活很忙碌，也要多跟你的邻居怎么样呢？联络，然后联系感情哦。我是徐薇爱之 C，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